小姐，请坐。小姐，请坐。小姐，请坐。你好，我母亲最近刚过世，我要办理相关手续。好，我们俩研究将个性，我爱办理相关手续。好，我们俩研究将个性，我爱办理相关手续。请节哀，我需要您母亲的户口名簿和死亡证明书。好，请节哀，我需要你们的户口名簿同死亡证明书。好，请节哀，我需要你们的户口名簿同死亡证明书。好，有带您自己及母亲的身份证印章吗？有带夫妻家同你们的身份证印吗？有带夫妻家同你们的身份证印吗？都在这边，麻烦做下托了行本远，做下托了行本远。你要申请几份储户户籍誊本？内申请几多份储户户籍誊本？内申請幾多份儲户戶籍誊本？2份。2份。2份。2份够吗？建議多申請幾份，後續很多程序都會需要哦。2份那麼，建議加申請幾份，以後和當多素材會用得到。2份那麼，建議加申請幾份。以後和當多素材會用得到。那我申請6份。安尼，我愛申請6份。安尼，我愛申請6份。好，請稍等。好，請等一下。好，請等一下。請問你知道我再來是要去國稅局嗎？請問唔知，刷落來，我係愛去國稅局係麼？請問唔知，刷落來，我係愛去國稅局係麼？您母親有留下什麼財產嗎？你們有留乜嘅財產嗎？你們有留乜嘅財產嗎？我母親有留下一塊地，我姐姐叫我去辦理分割繼承。我們有留一塊地，我姐喊我來辦理分割繼承。我們有留一塊地。我姐喊我來辦理分割繼承。好的，我建議你要先到地政事務所請領地籍誊本。好啊，我建議要先去地政事務所請領地籍誊本。好啊，我建議要先去地政事務所請領地籍誊本。再過來到國稅局申報遺產稅，接着要到稅捐稽徵處將過去國稅局申報遺產稅，趕緊去稅捐稽徵處將過去國稅局申報遺產稅，趕緊去稅捐稽徵處查詢有無欠繳的地價稅跟房屋稅，查問下有無欠繳地價稅同房屋稅嗎？查問下有無欠繳地價稅同房屋稅嗎？最後再到地政事務所辦理分割繼承登記。請問將過去地政事務所辦理分割繼承登記。請問將過去地政事務所辦理分割繼承登記。這麼複雜啊？很複雜哦，很複雜哦。聽起來很複雜，但其實只要資料備齊，聽起來當複雜，不過若係資料準備好，聽起來當複雜，不過若係資料準備好，依着程序辦理，1週內就可以辦理完成了。要詳細了判，你禮拜內實時的判好些。要詳細了判，你禮拜內實時的判好些。我知道了。愛知咧。愛知咧。 6份誊本總共90元。6份誊本總共90塊。6份誊本總共90塊。便是儲戶戶籍誊本，一共6份，請你清點一下。這道係儲戶戶籍誊本，
总共6份，请点一下。列到是储户复习成本，总共6份，请点一下。没错。无唔错，无唔错。这样就办理完成了。安尼是办理完成的，安尼是办理完成的。好，谢谢你。好，落来好，落来